為大家介紹嘅係香港限定盲盒啊，海賊王菲林造型相機。一拆開啊，入邊個盲盒已經好靚啦。當然第一拆就梗係我嘅 Luffy 款啦。跟住入邊嘅配件盒呢，都已經係誠意滿滿噶啦。有最新巨人島圖案啦，連隱藏版啊都係咁靚靚嘅。咁啊盒面呢，亦都有寫齊呢相機嘅資訊啦。咁就俾大家一齊 J 下佢呢個成套嘅盒面設計啦。咁啊普通版呢，同隱藏版係完全唔同噶。相機呢，共有5種嘅顏色特效啦，有原色、黑白色、藍色、紅色同綠色。影片嘅功能呢，都唔錯噶。每個菲林造型相機呢，都有佢嘅專屬角色圖案。Luffy 巨人款專屬圖案啦 ，Solo、Nami， 仲有 Usopp， 跟住梗係唔到山治啦，然後 Chopper， 仲有 Robin 啦、Frankie 啦、Brock 啦，同埋 Jim Hand 嘅。咁仲有佢嘅隱藏款啊，最新嘅 Logi 啦。睇完介紹就記得訂閱我哋 channel 啦。